中国台湾省有不少著名的作家，其中优秀的女作家也有不少，如琼瑶、三毛、齐君、林海音、简媜、张晓峰等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。除此之外，你还知道中国的哪些台湾女作家？本文细说，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下10大著名台湾女作家，一起来详细连接线下吧。10大著名台湾女作家排行榜1：琼瑶。琼瑶原名陈哲，1938年4月20日生于四川成都，中国著名当代作家、编剧、影视制作人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。她的祖籍是湖南省衡阳县扎江镇。1949年随父陈志平由大陆到台湾生活，其后步入职业作家行列，也是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。她的笔名除琼瑶外，还曾用过凤凰心如。琼瑶创作小说主要代表作有《水银间》《一帘幽梦》《梅花烙》《烟雨蒙蒙》《心有千千结》《海鸥飞处》《彩云飞》和《彩霞满天》等。琼瑶创作的小说作品大多已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，其中较为闻名的包括《还珠格格》系列、《梅花三弄》系列、《庭院深深》等。三毛，1943年3月26日到1991年1月4日，原名陈茂，莫傲茂平，后改名为陈平，祖籍浙江舟山市定海区，是中国台湾有名的女作家、旅行家。三毛1943年出生于重庆，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，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后去德国、美国等，1973年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，1981年回台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，1984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。1991年1月4日，三毛在医院去世，年仅48岁。三毛代表作有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《哭泣的骆驼》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《雨季不再来》《温柔的夜》《万水千山走遍》《稻草人手机》等。齐君在台湾现代女作家名单中，齐君有着不小的影响力。齐君1917年7月24日到2006年6月7日，原名潘熙珍，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。1949年赴台湾，为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、散文家。齐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，有散文集、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40余种，其中小说《橘子红了》曾被改拍为电视剧，散文《春酒》入选人教版8年级下册，语文第1、9课，桂花语入选人教版5年级上册，语文第3课。齐君的散文作品还有《烟愁》《水是故乡甜》等，小说作品有《钱塘江畔》《百合羹》等。林海音。林海音1918年3月18日到2001年12月1日，本名林海音，中国著名台湾女作家，台湾苗栗县头份镇人，祖籍广东蕉岭。她于191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，1934年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，1937年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《世界日报》记者编辑，1955年至2000年，先后出版了散文集《冬青树》长篇小说《小樱》小说集《城南旧事》散文集《窗》一家之主、做客美国、云窗夜读等。2001年12月因病逝世于台北。另外，林海音还获得过第2届扶轮社文学奖、第3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终身成就奖。简媜。说起中国台湾比较有名的女作家，简媜就是位列中国台湾女性作家排名前5。简媜原名简敏媜，1961年10月9日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，台湾女作家，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。她的作品不依赖绚丽的外表和各种包装，实实在在的靠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及对生活的热爱，在台湾文坛创造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文学成就。她曾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、梁实秋散文奖、吴鲁卿散文奖、中国时报文学奖、散文首奖、国家文艺奖、9个年度散文奖、台北文学奖等。代表作品有《水问》《女儿红》《7个季节》《只缘身在此山中》《胭脂盆地》《浮在空中的鱼群》《红鹰仔》《天涯海角》等，是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满腔热情女作家。张晓峰。张晓峰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，8岁时随母亲一起赴中国台湾，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，为中国台湾著名散文家。张晓峰笃信宗教，喜爱创作小说、散文及戏剧著作有30-40种，并曾一版再版编译成各种文字。在其创作的众种题材中，又以散文最为著名。在36岁时就被台湾地区的批评界推为当代10大散文家之一，同时也是中山文艺奖、国家文艺奖、吴三连文艺奖、中国时报文学奖、联合报文学奖得主，另多篇作品入选内地及台湾中学的教科书。张晓峰散文代表作品有《到山中去》《酿酒的理由》《地毯的那一端》《春之怀古》《
春之怀古、石缝间的生命等等期。苏伟珍1954年出生于台湾，是台湾知名女作家，本籍则为广东番禺人。她从政治作战学校影剧系毕业，退役后则转任报业主编，后于2006年7月取得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现为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专任助理教授。他从在校与军职期间就长期写作，于1970年代末期后，陆续获得台湾联合报小说奖、国军文艺小说金像奖、银像奖、中华日报小说奖、中国时报百万小说评审团推荐奖等奖项。代表作品有《红颜已老》、陪他一段、世间女子、旧爱、离家出走、来不及长大、离开同方、热的绝灭、沉默之岛等八里。李昂，原名是舒端，1952年出生于台湾彰化鹿港镇，台湾当代著名小说家，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学院。李昂在其作家姐姐施淑清的熏陶下，喜爱写作作品多以两性关系为题材，深入探讨妇女命运、人性的解放及其与社会文化道德的关系等问题，曾获得1983年联合报中篇小说首奖、2002年赖和文学奖等荣誉。李昂小说代表作品有《杀夫》《迷园》《爱情试验》《人世间》等等九。郑苑原名温义玲，出生于台湾宜兰，台湾言情小说家代表人物，台湾10大女作家之一。自1999年起，郑苑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台湾、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市场销量位居第一，读者甚至远大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地。许多华人媒体评价郑苑是一位真正有才华、够实力的作家，言情天后。郑苑的代表作品有《残酷情郎》、《独爱夫君》、《丫鬟娘娘》、《冷情夫君》、《是一格格》等实习卷。席卷本名吴真英，1972年2月出生于台湾鹿港，是台湾言情小说作家。席卷在1993年11月第一本小说问世，以穿越小说《交错时光的爱恋》出道，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篇章，从而成为言情界领军人物。席卷的作品被称为冰淇淋文学，作品大致分为2个时期，早期以唯美活泼轻松诙谐为基调，文笔清澈阳光，字里行间透出无限蓬勃朝气。近年阅历年龄增长，作品更趋于成熟，文字更精于理性，多有平淡且深刻，亦有体会百态之作。席卷代表作有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、《旧爱耍心机》、《珠玉在侧》等。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